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台飞》，我是吴子怡。从前有看过热气球吗？怕有看过吧？不过唔敢有坐过热气球。今年全民台飞初登台东天气的热气球，被到为落叶嘅天蛋糕。因此台东呢，係台灣唯一做得從熱氣球自由飛來飛去嘅所在。韓國呢，也特別盼呢128嘅熱氣球感應發發通係當主訪人嘅。開盤到今，已經有超過460萬人次來到亞特別嘅。不過從前唔敢啲，其實落葉天氣才天氣，但都會因此感動來到嘅。其實亞下熱氣球比到天蛋糕過後，人看得下去都係天球。故所講，大家注意，農業正係落葉天氣一定發展長久嘅產業。相來亞方觀光產業，我用個同菜地嘅農產、農業相互連結，帶動地方嘅經濟發展咯。今日全民台飛就帶領大家向下嚟討論。歡迎大家聽鏡頭來到節目討論的現場哦。家人哋300公尺按各位天蛋糕看貴嘅落葉嘅風景，也人來到為落葉嘅遠岸沙區，我哋討論今年嘅觀光韓國產業發展。其實呢，大家也想到落葉，聽說不先想到熱氣球也紅快通，想到也紅快通有幾響應呢，有幾針對呢？透過影片帶大家向下來看。強烈熱天氣風，小氣球慢慢飛過去。對美國日本年開盤到年晚，台東縣政府估算，近年來做下寫460萬人次嘅遊客，帶動差唔多90億嘅觀光產值，係台東熱天嘅主打發通。跟以往最不同的就是我們有39顆造型球，而且造型球都是明星級，平均一天是1.3萬多啦。我們是希望能夠維持一天大概就是15000左右的遊客數。但是在熱天過上開東主親熱的時節，30日發通的時間，又將風災列到天氣問題影響，實際上是不人日數未有限。為咗保小氣球的產業在地化，台東甚至頭203年有了第一間全台灣唯一無軌航機的航空公司。为了要发展，就是它必须要有自己的机队，那有自己的机队也必须要有自己的飞行员，所以为了要开发这个台东的整个观光活动，所以就在制度上，它必须要有航空公司来经营所谓的商业行为，所以也因为在这样子的制度的要求之下，就成立了天际航空。看住陸家安平嘅天氣，坐小氣球嘅民眾sẽ對天頂看到無窮寬嘅風景，就按貼片嘅觀光發通。民間單位講，只要天時拄好，每年365日做下實地飛，希望sẽ帶動地方嘅觀光。發展熱氣球主要的目的就是讓全世界，不管是台灣也好，或者在國外，就是讓他們認識台灣，然後透過認識台灣，再認識台東的觀光活動。對小氣球嘅發通結合農產品嘅行銷，希望將能夠帶動陸家本身嘅經濟發展。陸家到東埔離都市人口較多嘅萎縮當然，我對自己農產生產提升到陸家嘅觀光，靠小氣球咪要靠特色嘅農產品。大部熱氣球愛全世界看到台東落葉一隻所在，其實落葉本單就係一個農業的象徵，也代表農業才是在地最主要的生產。所以看到節目錄影的現場，順豐還有當地的農民在處理黃梨哦，因正經驗黃梨太出，故所講也係安樣的同黃梨賣出去，係也係大家親愛做嘅愛結結同佢賣睇咯。聽聽今日嘅討論，先同大家紹介今日嘅來賓。第一位來賓，我同大家紹介係農委會水保局台東分局的分局長王智輝，王分局長。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分局長王智輝。歡迎。聽一位
来宾，我同大家介绍的是推动县政府交通同观光发展处的副处长王国正。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东县政府的王国正，谢谢大家，谢谢。第三位来宾，我介绍的是推动县政府农业处的处长许瑞贵许处长。好，各位鹿野的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东县政府农业处长许瑞贵。前面的来宾，我同大家介绍的是推动大学文化资源同休闲产业方面的副教授蔡进士蔡教授。各位贵宾以及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东大学文修系蔡进士，谢谢。谢谢蔡老师。韩国台下按道热情来参加今日节目的，无论是观光业者，也是做民宿，也是农民，都欢迎大家共下来讨论。刚讲到热气球，所以一个热气球为台东陆家的所在带来几多的人。对民国100年开始办亚后翻土斗金，今年是第8年了。过去的7年，每年的来到台东、来到鹿野看热气球的观光人次，一开始35万人次到88万，一直到去年有48万。其实这个人都非常可观诶。来到这边的游客有460万人次按斗诶，小小的一个鹿野镇人口不到8000人，可是一天来到这边的游客平均就有超过1万人。那另外我们说到是产值的部分，总共这8年来预计创造了87亿，甚至是超过。而这87亿是怎么来算的呢？平均用一个人来到台东地区看热气球，周边带动的效益，除了吃还有住相关的消费，一个人用2000块来算，总共这460万人次会带来87亿元以上的收入。不过实际来看，从观光还有在地的农产，有感吗？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要实际来讨论。那我们要先请教副处长的是，我们今天热气球的活动有45天，这45天你们目标预期达到的效益是，还有特地延长活动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今年度的热气球是从6月30到8月13，那事实上我们是延长1个礼拜。那这活动其实这1个礼拜，我们希望说去年是48万。那我们预估希望能达到55万人次来到我们鹿野地区来看我们的热气球。那这热气球呢，50万，我们希望造就11亿的产值。光一年嘛？今年要11亿。11亿，那比去年多了将近2亿左右。那这样的产值，事实上对周边的效益能不能产生效益，事实上要看我们周边的一些周边的我们可能池上、关山，所以事实上这几年下来8年，事实上它的产值不只是说在鹿野地区产生它的效益，它是发散到鹿野、关山、池上。事实上，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效益发散到台东的不只是鹿野地区或花东纵谷地区，而是东海岸甚至于南回地区。我们希望这样的产值能够扩散到整个台东县来。所以刚才主持人谈到说，这样的效益它的效益只有在整个我们鹿野地区来发酵嘛？我想这个应该是整个来看台东县的一个部分。那事实上，我们县长一直在强调说，台东办活动应该发展到是整个县受益的，不是只有鹿野地区，我想周边乡镇都要照顾到。对，没有错，所以我才要跟大家来讲清，让大家了解一个概念，说办活动不是单单一个地区来发展，那是同时呢，地方也要发展出自己的产业来配合。那我就要请教蔡老师了。刚刚副处长讲到这么多，这个热气球有多好，这个活动可以从中间点发散出去。那实际你来看，以目前国内的旅游市场，那透过热气球确实会在这个时间点为鹿野甚至是整个台东带来相关的经济效益收入进来吗？我想的话，就观光的吸引力来讲的话呢，它应该是值得肯定的那我个人会觉得，近年来台东县政府呢，在这方面的话着力相当深了我个人会比较提醒的我们的这个主办单位的话，应该跟我们的在地更多连结，更多的沟通。那这个沟通的话呢，很可能就过去我们常常在讲的学界也常常在论述，就是 bottom up， 就是由下而上，也就是说代表着我们是不是有可能的多加一点点功力，在于邀请我们的在地的乡亲参与这个决策的过程。第二个呢我会比较觉得呢一个概念就是雨露均沾。雨露均沾的意思呢，就是在鹿野乡，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的产业的一个基座
它都是农业的生产，所以因此的话，居民大概最重视的是在于说，我的凤梨因为热气球的这样活动的举办，那我凤梨可以多卖出几颗，香蕉我可以多卖出几串，我的茶叶可以多卖出几斤，咖啡可以多卖出几磅，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农民实质的经济收入，他们会所以呢，这个我把它宣称叫雨露均沾。所以因此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举办，我们加以非常大的肯定。那如果能够串联到很多的在地的产业，会更好。那么是一个非常永续的那个概念。谢谢老师。那我直接请教处长了。农民在那边忙着要把凤梨销售出去，我也知道处长最近很头痛。那这一次的热气球，我们有办法像老师说的吗？我们怎么样跨部会去跟交管处这边来合作？我们高台的飞行伞到我们热气球是创造了很多的游客，但是呢，我们当地可能尤其是农民觉得对他的获益不多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大概4年前，这个当然虽然说不一定跟选举有关系啦，但是因为实际上在选举的时候，人家就提到说人再多啊，对我们当地的农民没有帮助，所以无感。所以4年前，县长连任了以后，特别提到请农业处做盘点，所以我们把在我们西南这个部分呢，鹿野的西南这个部分做整个的农业盘点，包括食宿各方面的做盘点，还有我们的产业整个做盘点，我们也做了一个农业地图针对我们高台以高台为中心包括农田，包括永安这几个地方，哪个地方可以住宿，哪个地方可以吃东西，有哪些产业包括喝茶。我想这个相对的配合起来，等于说我们这观光呢，实际上人到了，它产生的效益，刚刚我们讲的，比如说一个人平均2000块，但是2000块我们大家都知道假如在本地能够花200块，这个地方就花了像我们鹿野茶，我们常讲鹿野茶最大的让人印象最深刻，就是说我们的红乌龙非常出名。事实上，我们每年的产量是我们鹿野、我们永安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产量产那么多？但是很多人挂着红乌龙，这个当然表示说我们这个品牌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当地本身我们种茶的，或者是说我们当地做凤梨的本身有没有获益？这个是我们县政府在考虑的刚刚处长还有副处长，我们讲到这么多，甚至老师都提供这么多的意见。我们现在实际就来问在地现场的民宿业者也好，或者是观光业者相关的，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有没有乡亲要先发表意见的？我们农会的主任是不是有来到现场？我常常在想，我常常跟县府的长官报告，就是热气球花了很多钱，但是我们的在地乡亲都认为说他们没有收益然后我们尽量来推一些活动把这些游客留下来。因为如果可以，他们可以住在这边，或是留下来吃午餐，都可以。我们的乡亲可以赚一点钱这样子。除了吃之外，我们还带他们去做什么呢？这早上这时间我们第一个，我们那时候办的是一个凤梨的体验游程带他们去采凤梨，找农民认识农民。对，到田间去采凤梨，然后带到我们的会议室做一些简单的 DIY。让游客第一个有凤梨可以带回家，再来就是有产品可以伴手礼可以带回去啦。OK， 好，谢谢主任。那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有从事这样的相关的，像是旅行业者要发表意见的吗？其实刚刚可能长官还有我们农会都有提到说，有关于农业跟观光的一个怎么样的串联。那其实这几年我们也都有跟在地的一些业者或者是小农做合作。那其实我们也有发现说，农业和观光的串联其实是它非常的有一个挑战性，不是在路也很缺乏，也很有挑战。对，就是其实以大旅行社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要进到现地，他们要去做流程的组装，那其实他们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去跟
业者或者是小农沟通。那其实以小农的立场来讲，说他不是每天都在接待游客，那他可能有时候他需要去农忙，那他不可能为了可能4个游客就放弃他一整个早上务农的时间。那如何让小农还有就是旅行就是观光客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消费者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去做一些深入的一些了解，因为农村的旅游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哦，农村旅游我可能只愿意花大概300-400块的价钱去做一些体验。可是对于农民来讲，我就是放下一整天的行程，那我就是去接待你。可是我如果只有收一个导览解说的费用，大概4个人600块，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常常在跟农民在做沟通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说，他们不要想说就是以导览解说为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们应该是想的是，我们把导览解说当做是一个行销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式，让农民透过行销推广的方式，以后游客进来，然后他可能去听你的导览解说之后，他更愿意去消费你，或者是去购买你的农产品。那我们也在持续的改进，是看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愿意接受这样子来到农村做体验的一个行程。多少钱消费者觉得贵？目前的话大概就是500左右，超过500大家都没办法接受。超过500的话，它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在。搭热气球细流上去一次500，所以大家可能会愿意花钱去做热气球，但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用500块的价格走入农村，还需要慢慢教育。对，还是需要时间去酝酿的。OK， 好，谢谢你，请坐。那还有没有实际在推广，也是相关观光或是农事的这位大哥，你好。我是实际在永安村庄实际在耕作有机的农夫。现在最积极的一个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农产品大量的涌出滞销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以小农要永久经营的话，基本上应该是要把风险分摊，所谓的物种多样。我们耕作的农作物本身就是要多元化，各个季节都可以这样的一个销售。像以我自己本身的例子，我也有种凤梨。也有种其他的蔬果这样的话，在自己本身地方的一个市集的一个销售，像我们这里有2626市集的部分这样的话基本上也不会突然间爆量那么大不会有这样滞销的问题。所以游客去你那边体验，他也可以看多样的农作物，不是只有一样。是的，是的。所以说也会透过我们产地的一个介绍，让民众游客到产地来，可以认识我们农作物的栽培管理甚至所谓的友善耕作、有机耕作这样的一个方法透过产地的一个教学，现在在讲的这个食农教育的教学来讲让民众更了解农作物的一个生产过程，相对他对这个食物的一个来源就会懂得更珍惜。那其实要把客人留下来住也是一个很关键。请问有民宿业者也要来说说他在地方上对观光的观察吗？其实热气球是对在地是很好的活动，但我们怎么让这个活动再延续？那我们在地必须也要有很好的活动，活动带住宿，住宿带活动。这之间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的关系，但是这个体验要怎么把它做好，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农民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们在后续我们就是跟一些民宿业者还有一些小农，我们就一起合作，那我们会在人力上给予资源，那我会觉得说小农在人力资源这是很重要的，就像刚那个农业处长有提到，像高台这部分，我觉得还是可能需要有一个人统筹来协助小农在上面销售，因为他们真的那个时间点是在忙的。那一个很棒的一个农产的一个展示的台面上，有一个人固定协助大家来做农产的销售，其实对小农来讲，可能比较有机会成功了，因为小农不太可能上去轮班了，1天2天这样。6月底7月初是鹿野凤梨盛产季嘛。然后再加上现在也是要割稻的时间，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要农民抽出身来去鹿野那边高台上面销售，其实是基本上很难的。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对，那如果是真的有出一个人力在上面协助这个统筹，其实他成功的机会会比较大。分局长，针对刚刚游程那个部分，我们这边也有在辅导，甚至是协助，对不对？其实2、3年前，我们有推出一个跨域计划，针对这鹿野地区，就是发现到说，其实你看，对观光客来到这边，我们希望说把当地的农产品卖给观光客，可是
观光客从都会区来到这边，他不是来买菜的，所以你卖给他新鲜的凤梨，他不会买；你卖给他蔬菜，他也不会买。那我们发现到说，可是有些当地的农民啊，他把凤梨加工成凤梨干之后，其实观光客是非常喜欢的。那其实而且还是非常供不应求。所以在这几年当中，我们一直在争取一个预算，那也很高兴，这预算已经核定下来，就是要成立我们鹿野地区的一个所谓的加工中心。这个加工中心一旦完成之后，其实对很多农民而言，他的很多的这个农产品，尤其是凤梨部分，像盛产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了。对对对，它的盛产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说，为什么凤梨一定要在盛产的时候来卖？如果变成是凤梨干的时候，我在旺季的时候我卖给观光客，我在非旺季的时候我也可以在网络上卖。这对农民而言就解决他的问题。那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对观光客而言，他可以买10盒凤梨干回去，可是他绝对不可能买2颗凤梨走。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游客的心态。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加工的模式，能够转换我们这边所谓的农产品跟观光客之间的一个关系，而不要一直觉得说对观光客而言，他一定要买我们的新鲜农产品，其实这个困难度很高。谢谢分局长。刚刚大家说到这么多鹿野。我们观光可以怎么做？其实大家扣连到都是回归说，鹿野黑类农村是一个农村，农业才是在地最基本的生命力与活力的存在。我们来实际看一下，在鹿野地区，我们有7个村、7个部落。那刚刚说到人口大概将近8000人，那其实地方除了有多元文化的族群，我们有后龙人、有汉人、韩国有外省人，还有一些我们移居到这边来的新住民。所以说，鹿野是一个文化包容相当好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它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其实超过70%，甚至更多，都是在地都是辛苦的农民。只是大家都很关心的是说，我们来到鹿野看到热气球，我们知道这也是农村，就像刚刚分局长讲的，我们要怎么样把客人留下来之后，可以带走在地的产业，带走在地的农特产，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再回来讨论。我现在在除草，因为自己爱吃凤梨，所以选择种凤梨。然后这些都是不喷洒农药的。台东鹿野种凤梨的面积大约200公顷，产量12000公吨，是东埔的主要凤梨产区。都算路边出的时是全缺凤梨落太价，但是5年外前，喺台东刚种的青年农民邱文秀认为，经过产期的调整，台东的凤梨恐怕有竞争力。茶西部会先出，然后再来就是衔接上我们东部这里。差别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肉质比较细腻，当然甜度我们甜度差不多在17到18左右，有的时候甚至于可以到20度。恐怕看中鹿野气候条件呢，含有民国55年，自阿公嘅配置台东开垦的产农分禁止。除了台东主要的物量同经济以外，这几年鹿野还开发电出丰物量来做地方特色茶。在民国97年以后，我们台东鹿也在推一种特色茶，我们把它称为红乌龙。第一，我们一定会炒过，我们的红乌龙一定会炒茶，一般的红茶是完全不炒茶的。那我们的红乌龙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一定会再把我们的红乌龙揉成所谓的球状，一粒一粒的。虽然气候条件适合耕种，但是体力、交通的问题都是有限制鹿野的农业发展。凤梨要运到西部，甚至于是北部，其实它运输费算是蛮重的，所以加上盘商他们那一层一层都要抽成，所以价格到我们农民手上的时候，价格当然是偏低。总人口数大约8000人的鹿野乡，人口体农平适合耕种，农业人口大约占7成，是一个典型的田中乡镇。除了凤梨、通茶米，还有台东福甘蔗、石莢，甚至近年对年轻人普遍较兴的台湾熟叶豆，做下是鹿野的主要农特产品。刚样片上看到就是鹿野菜地压下动态出的凤梨哦。第二片哦，中青岛含黑部位差不多有超过900公顷，韩国其他的呢就是水果类。经济作物有富果、凤梨、香蕉、韩国茶，在鹿野地区
有非常多的农产品。刚刚讲到的，我们有优质的鹿野米，你知道吗？鹿野其实从池上观山一直到鹿野这边的米呢，都是吃同一条水，都是喝同一条河川灌溉的水，所以它的米优质。然后刚刚说到的，我们这边是东部的凤梨王国，韩国讲到特色的茶，提亚大贝清幽名的就黑凤福柳，还有台东特有的经济作物释迦，这边也有。不过我现在就要请教副处长，刚刚大家说到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的农产品，刚刚分局长有讲到，我们要吸引游客来买产品没有那么容易，我们有想过帮忙农民在我们热气球这么多的游客来的时候帮忙他们吗？我听说今年有2个摊位给农会，是不是？那针对这一次我们在鹿野高台我们活动现场里面保留2个摊位给我们的农会哦。事实上过去也跟我们徐处长有讲了，跟我们在地的农民来合作，就在现场摆摊。因为现场它是早上4点到7点。那下午呢5点到7点，所以它整个一个销售的那个时间跟农民的作息时间是有差异的，所以它过往是销售不好。那刚才也有农民小农的朋友谈到，还有民宿的朋友提到，就说因为这一段期间刚好是最农忙的，如果有一个单一的窗口来帮我们农民来做销售，那所以呢这2年农会也来找我们，就希望能够有一个那个摊位或窗口来让他们销售，事实上也是一个方式。那过往很多来台东旅游，就过台东而不入就不停留，就直接到花莲去。那如果来搭我们热气球，它第一个一定要住一个晚上，这一定要住一个晚上。所以我们这2年觉得说，一定要让我们的旅行业者，他有一个游程到我们热气球的体验我们细流。那我们规定他的人数到20人或10到20人，那必须包游程在台东这个地区，所以这也用一个方式来销售。那这个部分就听到说，刚才民宿业者谈到，就说这个部分要有一个怎么去做导览解说。事实上也跟主任报告，事实上我们鹿野地区有一个高台好协会，事实上他们导览解说的能力也非常的好。那我想这去透过这个机制里面，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台湾的很多旅行业者，你要来台东这一段期间6月30到8月13号要来搭我们的细流。只能找我们，但是呢，游程里面必须在台东住一个晚上，包一个游程。短期我们是针对团客来包游程到我们热气球里面，但是必须在台东住一个晚上。就是来搭细流的客人，我们就要引导他去别的地方，在鹿野也好，或是甚至延伸出台东的其他乡镇。是。了解，谢谢副处长。刚刚副处长讲到，就是我们怎么从观光去照顾到农民。那实际今天现场也来了非常多的农民，我们来听听农民对于我们热气球也好，或是现在的农产品，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行销问题，或者是说有什么建议要提出的？我们瑞园瑞农大概将近1000公顷的这个面积在这个东部地区呢，鹿野米跟池上观山大致都是差不多的样的品质啦。品质一样，这个就是让这个消费者的一种看法而已。他是想往哪里？我们没有输池上，也没有输关山吧？品质都一样好都一样好，都一样好哈。这个我们东部的都一样好了哈。我们是强调是说，我们台东县政府跟农粮署呢，还有我们农会呢，是不是给他们调整一下他们所需要的那个对稻米的一个心血哈还有呢一部分就是我们平原也对这个蕉农也占了大部分了。目前我们这个蕉农这个价钱实在是，那讲的那个溪底给没人被收变成说都撒了满地。村长有客人是直接去到农村跟你们买农产品吗？很少，这个农产品是很少，大部分都是在鹿野高台这个地方谢谢村长，请坐。下一位是我们也有在地永安村的村长，也有意见想要表达，对不对？这边往来同青产的就是阮永安鹿野这个往来同青产，因为议长甲迄个有去讲去大陆去对争取，有卖出去啦。卖出去卖到打无消息啦，这农民。我等一下请处长来说村长。恁就直接叫可连天，因为我昨有甲公布，叫去公所登记。伊讲唔好去登记咧，即马要找无人好收所以，阮做村长的人爱主动替农民出力，叫人来遮收往来。恁甲采访就无要紧，因为介绍照公道，
看咱的往来会发挥出去无？我们在地的青农也来到现场了，我们把麦克风往后传。那其实我回来这么多年哈，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我们讲县政府那边所作为的热气球观光这个系列，当然是对我们讲说社区的人数游客进来人数是非常的多的。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先做好。什么意思？就是例如像我们自己年轻人回来，我们会的是什么？网路。那网路其实你必须要在自己的网路上的所谓的粉丝专业的经营，跟所谓的Google Map， 其实上面其实很多人基本上都会去看所谓上的网路上的评价，然后再取决他想不想去你们家买所谓的农特产品。假如你今天没有把你的知名度所谓在网络上抛出去，甚至说让在网络上让人家知道，基本上真的很难会有所谓的客人、所谓的散客到你家去，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像其实基本上我们家客人一来，我第一个问的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好，除了其实网络上所谓的 FB 粉丝专业 Google Map， 其实还有所谓的部落客。那部落客也很重要。我问过因为我们家其实基本上每天几乎啦，大概每天都会来个至少3、4组所谓的新客人、新面孔，我完全不认识的。是散客的。散客的，对，除了在热气球期间也好，在平日也好，基本上每天几乎一定，或者是说基本上都会有所谓的散客。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必须要把你的就我们所谓的介绍，你一定要有热情啊。我觉得，因为像其实有些农民可能就接待客人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好烦哦，就3、4个人，我要怎么接？可是像我们家，其实不管你2个人来好，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导览解说，我们会让你们知道说我们农民到底在做什么。做茶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个是年轻的农民，我知道这边也有一位农民，他其实也有在做这样的导览带。你愿意来分享一下，以你实际的那个农民的身份，有像这位年轻的朋友说的那么简单吗？其实你自己要耕种。其实我们耕作时间还要带导览嘛，真的很麻烦。也不是麻烦呐，就是对于你们的工作会有而且我们会找一些像民事业者串联起来，单打独斗很困难。对对对。刚刚这2位是年轻的农友，他们都有在做。那刚刚他们有提到说社区这边有在做协助，社区的总干事，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怎么样子让这些农民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让大家认识他们？这几年我们做足了很多的准备。第一个，让公共环境整理得很好；第二个，我们开始让村庄具有潜力的点开始能够有很好的发挥。那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在民国101年开始，我们活化了村庄的武林绿色隧道。我们只要是双周六，就是礼拜6的下午，那我们都有举办一个目前东台湾最大的农村市集。你不要小看这个市集，1年30场。我们平常非暑假的期间，一场至少有1000人的游客来这个地方。暑假平均一场可以将近2000位游客。有人会专程为了热气球来台东，也有一些单位会专程来看由永安社区、由我们台东一起协力起来发展的东台湾的台东2626。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哦，一个市集在社区的努力之下，在我们地方政府的陪伴之下，它可以同时创造个50个摊位，让农民、让社区居民、让部落的伙伴年轻人来这边设摊。营业额大概初步去算，一场的农村市集可以创造的大概超过1000人的游客，平均一场大概有30万到50万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农村市集就可以有这么样子。我们有厉害的店家，一个下午可以3个多小时卖2万多块。例如说，像我们这几天社区接待的团体，我们会刻意请卖凤梨、生产凤梨的农民去做试吃。前几天一个团体可以买1万多块的凤梨，就是3颗100块，可以买到还要用寄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互相努力啦。那高台的摊位，那我们社区的一些像这种共同营销，甚至在小农的行销的部分，我觉得大家一起去努力，我觉得农村的问题是可以去解决的。那当你创造一个品牌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让农村做翻转的。好，谢谢总干事。刚刚总干事有讲到，其实在鹿雅菜地哦，农村已经有准备好了，亚大贝有金牌农村。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刚刚农民所说的问题。这个叫生态廊道，
即使这边还是有人采，这个下面螃蟹还是可以躲在下面，这是长四方。第三期土岛民人嚟帶領下，農民下行業用岸沙期嘅陸用前生態葡萄。唐人介紹去拜訪蘇南年地美嘅陸用前，讓認識菜地豐富嘅自然生態，來到陸亞用岸沙期，未聽從認識菜地嘅產生業。最新長出來的一個新芽，陽光充足，相對第三片葉子還蠻柔軟，消化等等之類。南威用岸沙期發展協議每日下被陸亞從有為作為幫理，安排嘅以內地嘅幫理體制經驗普查。先有环境跟产业的教育，比如说带他们到凤梨田去看，也会让他们先品尝凤梨各种不同品种的凤梨，介绍一些跟环境有关的、生态有关的农作方法这样子，然后就把它制作成刚刚的那个过程。多元的去发展，我们开始在推食农教育，在推农村文化体验，甚至我们现在用这个凤梨的产业的东西，我们开始在延伸的是，去解决我们很过多的农产品，或是说它产生的农事废弃物去做的一些 DIY 的东西。用岸沙期3萬做沙期研操，推動農產價值農村升級，韓國又有針對為環境條件，每上年1道新移民嚟到亞熱。亞熱嘅啲天空無限恣雜嘅好生意，3年前有100機會嚟到陸亞熱，各國都有對農業同生態的理想。我自己還蠻喜歡在鹿野這個地方生活的，就是它這裡的環境跟這邊的人啊，我都覺得蠻喜歡，然後也很合得來。一開始是因為有自然農法的前輩在這邊啊，這是最大的原因了，就是這裡有一群人為了一樣的理想在努力。家頭都係對國企來嘅，也係大家就睇陸亞嗰定簡單、實實在在嘅成本，每次點同沙期的互通。當我們搬到永安的時候，中勳大哥他就邀請我們去參加他們瑞園小學堂的開會，之後就詢問我們有意願去帶他們的小朋友，可以在放學之後有其他一技之長可以學習。這現在睫毛很多，我們也有協助睫毛的結紮，然後像我們也會去資源回收。用沙期發展出的沙期運作嘅發展方式，未提供嘅合適使到亞熱嘅韓國保用嘅環境。大家看到的金牌農村就地運安村運安沙期亞片，它是今年入選我們全國首屆的那個金牌農村金牌獎的一個社區哦。亞到沙期做沙期引操做金牌農村亞風上亞風事情已經20年呢。用來堅持不必要得地菜地有安的想法，其實我們今天要好好來討論。但是實際上，我們要再回歸於剛剛農民朋友有講到，我們這邊有美好的環境，有這麼好的農村，有這麼好的農產，也有金牌農村啊。可是實質上的農業問題還是存在。處長，我們一併來回應。剛剛我們農友有講到稻米跟鳳梨的問題，我們一次來回應好不好？好，我們那個統計表是寫6000多公頃，這一期我們台東大概種了7100公頃的稻米水稻，今年多了好多，多了700-800公頃哈。其中我們鹿野大概佔15%。另外就是茶葉，我們台東大概將近200公頃，鹿野是多數了哈，大概超過六成。鳳梨全台東縣是大概360公頃，所以鹿野大概佔了將近40%。像剛剛我們村長特別提到這個鳳梨價格很差，我們希望說整個讓它目前縣政府講的目前還沒有動作。事實上我們鹿野的狀況鹿野我們整個市郊，我們全台東縣的市郊360幾公頃，只佔全台灣的3%。鳳梨吧，對不對？鳳梨只佔3%，所以實際上我們的鳳梨並不是以出口為導向，這一次是因為大家反應很差，所以我們跟大陸去媒合，跟大家報告，其實早就開始了。剛才村長說鄉公所跟他提醒，他說認為那個不可能。實際上我們要的就是把你的資訊給鄉公所，鄉公所給我們。現在這是算是說我們把這個窗口打開了，但是實際上接觸是由我們貿易商來找我們農民，直接找你，然後跟你採買。所以我們目前我們台東的稻米的物價位
是全台湾最高的。所以我们讲鹿野米哈，如果搭上热气球的话，它价格会增高哈。其实我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早期大家都知道台东都就是池上米，所以池上米很早，大概30-40年前，因为池上便当就出米。关山的米是怎么出来？关山米是因为那时候清水公园跟清水公园搭上去，所以关山的米那个价格又拉起来。实际上我们鹿野当然，因为我们这点不能是要求农会了，因为农会自己本身没有米厂。假如说我们米厂跟热气球搭上去的话，其实我们鹿野米有很大的优点，因为大家都在这里嘛。我们说这里生产的米，实际它价位可以拉高嘛。目前我们凤梨从县长讲过，从6月底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凤梨去大陆已经去了将近100吨，所以不是没有出去，但是台东地区去的吗？包括成功，包括高台，包括鹿野，包括很多地方，1000公吨。不，现在已经出去将近100公吨了，所以还很多额度。谢谢处长。那因为观光问题要解决，农产的问题也要解决，这是我们照顾在地的乡亲。那刚刚针对我们有讲到，在地有农村，也有金牌农村，农业是在地的本业。不晓得说，针对刚刚我们金牌农村这样的亮点，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意见想要再表达补充？这个补充完之后，我们再开放现场，再统一由现场的来宾来回答，好不好？还有乡亲要表达的吗？这位大姐，你也是社区的。希望说我们在地的农业可以发展到，就是第2代回流，回流了以后，我们大家3代同堂，那是最幸福的。而且让外面的游客来到这边，就是享受我们好山好水好人情，就是这个是我们最需要做的。所以呢，我都希望我的员工来不是客人来了，就是把他当作客人。我是希望说，客人进到我们的门，就是我们的一家人，像回到家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是随时准备好等待客人来，不是客人来了再准备。谢谢傅姐哦。那针对今天的议题，我想说，因为我们讲到金牌农村，我想请中勋总干事您再补充一下。我们是让永安大概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改变翻转，也在就是要让这一个早期完全不被看好的一个传统农村，那我们让它变成从2007年变成全台湾的10大经典农渔村，到今年度的全台湾第1届的这个金牌农村的金牌奖。那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做村庄的一些准备。那我们在金牌农村的比赛，在全台湾，你看从700多个单位一直 PK 到后面取出全国前3名。那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部分是这几年来的准备啊，让社区整体的休闲提升、农业提升。那到后面整个村庄它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所以像现场的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回来了。所以我们这几年有一个主题 slogan 叫找到回家的路。那我们开始找到永安发展的路，帮年轻人找到大学毕业以后回家就业的路。那我们自己的家乡自己照顾、自己维护、自己去推广。那我想这样互助合作的情况之下，我们农村才有未来。谢谢。谢谢老师。农村要推观光很辛苦，要让大家看到在地的农业也很辛苦。刚刚处长很忙的处理我们的农产问题。那你来看，农民耕种这么辛苦，我们要推观光，这个冲突点我们要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给地方一点意见？好，现在呢有一波兴起所谓无菜单料理。对。那我们把它做这样的比喻，那种随性的，不太有事前的计划的，不太有套装的那个概念。这才真正事实上的话，吗？它占有一定的市场的一个比例。特别是越来越兴盛的，对，所以换句话讲的话呢，就是呢，观光跟农业，特别在我们鹿野这个地方，如何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因此的话呢，我从这个研究里面的发现，衍生了许多的想象的空间。那么特别的话呢，希望我们的主管机关我们的处长，那么能够思考，是不是这样来做，可以让我们全民，可以让我们全鹿野。在热气球的主菜下，全民有感，雨露均沾。就是我们其他的，我们这个每个农户的话，很可能成为一盘一盘的小菜配菜。你有主菜，有配菜，那才叫做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全席的大餐那个概念。所以因此的话呢，
我们如果能够让我们的农户家家户户，那他白天务农去种田，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社区当中有很多老人家，闲来无事，他愿意跟我们游客互动，我们或许能够设计一把旗子，就像我们在旁边的乡镇客家电视台，对对，然后我们要欢迎游客来光临的时候，我们这里呢，比如说设计的几面，我们有卖凤梨，有卖这个香蕉，他就把它摆在家门前，游客他可以呢随性的进去买，在买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很多的互动，这个互动就形成我们呢最新的一种概念，叫做社区观光、乡村旅游的吸引力。这是很可能对于过去的所谓的观光产业当中比较不熟悉的、比较不理解的。所以因此的话呢，雨露均沾，让大家都有感。你只要把旗子呢放出来，游客的话呢，他很可能就有机会去光临，去做一个联系、做互动。如果我们呢用一个比较新颖 open mind， 把比较开放的态度，把永安社区、把龙田社区、把高台社区，它本身就认定它就是一个博物馆的概念，就是活生生的博物馆，让游客呢能够走进来，在这个早上呢早上参与热气球，黄昏的参与热气球，这过程当中的中间，他能够走进社区。走进社区呢，有些时候也不需要过度的计划套装的，套装那是另外一个方向。那我们现在的话，如果能够让游客来跟我们的乡亲面对面的互动，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镜头，很美好的一个记忆。在那个观光旅游的过程里面，就我过去这一两年的研究的发现呢，大概能够把它串起来是这个样子，提供给各位乡亲跟我们的主管机关单位参考。谢谢老师。分局长，我们今年应该不应该推红梨米乖乖，应该要推凤梨米乖乖的。我们刚刚讲到要帮忙农民，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协助呢？应该说是长远的计划。我最后给地方一些建议好了。其实从刚才乡亲的那个意见当中可以看到，渐渐的我们产业走出两条路出来，一个就是说，当年轻人回来的时候，他事实上带的是科技，带的是创意，可以走出自己的品牌，好，这是一条路。所以我们看到说，不管是刚才那个富姐、田妈妈，或者是说那个茶行他们在第二代当中，其实他们的年轻人透过网络就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出来，这是一种模式。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说，在社区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老农，他们在传统的方式当中去生产，这一部分的话，就不能说期待老农他们自己用一个网络的模式去行销，这时候必须是透过公部门，然后结合所有这些小农的力量，做整体。由谁来做呢？对，这个时候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说，比如我们刚才提到凤梨这一块，县政府部分他们帮忙去推外销，你们推加工？对，我们推加工，我们跟农会推加工。那老实说，对于所有的观光客而言，其实品质还是他们很在乎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今天他发现说你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你的卫生是不符合规定的，他基本上也不是无法接受。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农会用公部门的力量所做成的一个加工，我说那个是一个叫做强大的后援部队啊。只有产业永续的发展，人才回得来，那这样的农村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永续农村。谢谢分局长。最后副处长，大家对热气球有很多的期待，农产品寄望在热气球的观光上。这个活动今年第8年的，第9年、第10年一定继续办下去的。我们怎么样来协助呢？我们县长一直在讲说，活动是没有办法发生产值的，那应该未来变成一个产业的系列活动的时候，那它才能够永续的发展。但是我们县府未来要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其实我这边也回应刚才廖中心总干事所谈的一个概念哦。我想从一个地方有自主，然后有特色，然后未来它的主体性就发生了。我想那这个样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对我们公部门来做行销，它是最方便的。我为什么这样讲？过去我们在热气球开始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跟地方很多的有一些大家有一些问题的发生，事实上彼此的沟通、彼此的协调，才有一个模式出来。那3年前总干事也提出，要不要发展出一个
好邻居一个活动模式。那事实上是总干事提出一个概念给我们公部门啊，公部门事实上只想把活动办完办好，但是地方可以提出你的想法。我一开始强调说，这个活动不是只有在永安的或者高台的，是属于大家的活动。那是我们县长一直强调，这个活动未来是变成产业活动。那未来我们希望说在花东纵谷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热气球，而不是只有6月30到8月13号这一段热气球嘉年华才有。我们是希望未来打造365天，天天都是自由飞的空间，也是天天都是热气球的活动时间，这是我们的梦想。但是我想，地方如果有更自主性，对台东的一个观光发展，甚至热气球的发展，它更是有更大的注意了。我想这两点的补充，谢谢。谢谢副处长哦。热气球是一扇门，带领游客走入永安，走入鹿野，甚至是台东地区。也期待推动鸦片、鹿港鸦片农产品，韩国菜地韩卡多的文化资源，我本韩卡多的雄心看到。以上就是今日的村民台飞，感谢乡亲的收看。